来继续来看，这是正大消息。桃园市在地立委李玉玲早起来宣布，要来参选着桃园市长。有不少伊伫咧立法院的同事，像立委詹明忠、费鸿泰、张玉美等等，拢到场甲收听。李玉玲讲，伊甲团队已经准备好啊，伫咧乡亲的鼓励之下，决定要来参选。进前已经表态要来选桃园市长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，马上2个花篮来表示伊的祝福。送花兼花加油，风声讲会代表国民党参选桃园市长的立委李玉玲，今日正式宣布参选。我跟我的团队共同的讨论的决定，要勇敢的站出来承担。我相信我可以为桃园做更多的事情。立委同事詹明忠、费鸿泰、张玉美等拢出面收听电礼文，佮送一个真特殊的礼物。营造出胜选大团结的气氛，也佮送礼人真侪，早就表态要参选桃园市长的台北市市议员罗志强，马上2个花篮来。我也希望说有更多优秀的国民党的同志，那一起站出来，努力在我，那其他的都尊重党中央。如何拄到上战做翕相，更加油。虽然风声讲党主席朱立伦叫伊卖选，也过罗志强参选桃园的意志依然真坚定。是讲桃园除了讲已经表态李玉玲甲罗志强，风声讲国民党有可能的人选，也有因。没有非谁不可，只有非赢不可。那非赢不可呢？最重要就是要团结哦。同款是桃园在地立委万美玲嘛未点名，也有民调第1名罗明哲，伊对李玉玲宣布参选表示祝福。伊嘛相信党中央会提出上强的人选，气氛看起来真和谐，不过还未正式提名进前，国民党桃园市市长提名之乱也未真正结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